台湾的文化就亲像五彩缤纷的烟火，五花杂实的人做伙擦出无同的色彩。也毋过，咱若是无好好保存，文化嘛会亲像烟火共款，一百年仔就消失去。你敢有看到台湾人毋惊丰富的勇敢？你敢知影信仰予台湾人的力量？咱一定爱团结，做伙传承家己的文化。你等活接新歌摆摆摆，互搁较侪人会当欣赏上水的台湾。美食嘛是一种真重要的台湾文化。每一个无同的节日，有特定要食的物件，也搁有伫咧菜市仔甲夜市仔内底的点心摊，拢会使透过台语电视台的节目，用台语去绍介一寡真古早就流传落来的故事。一定会传达搁较清楚，互人印象搁较深。这拢是我上爱食的台湾点心，真正是足好食的。希望大家有机会嘛会使食看卖啊！咱做伙大写手台语歌，做伙支持创立台语电视台。虽然这是一条艰苦的路，不过伫这个路上有你，也有我，啥物拢毋惊。